艺人大根黄亮君从大学生了没出道，搞笑形象让人印象深刻，擅长模仿的他之后参加超级魔王大道，从中脱颖而出，如今是不少综艺节目的常客。近日他在节目中分享撞鬼经历，为了测试家中是否有好兄弟存在，点了一根烟放在烟灰缸上，没想到竟亲眼看见烟头瞬间燃烧，让他吓得狂飙脏话。不过离奇的是，隔天惊险逃过一场意外，像是有人帮他挡了一劫。大根在节目《麻辣天后传》中说道，有一天他和艺人阿虎、吴志任两人在家碰上停电，他灵机一动，提议来测试家中是否有好兄弟，便点起一根烟放在烟灰缸上，边录影的同时边对着四周喊着来哦，抽烟哦，抽吗？多抽一点啦，想抽就抽啦，当自己家抽啦。没想到下一秒烟头竟瞬间燃烧，让他当场愣住。接着他继续说抽，赶快抽。此时烟头冒出徐徐火光，让他和阿虎吓得狂喷脏话，赶快停止实验。然而离奇的事发生了，大根直说我差点死掉。他表示隔天凌晨2点多，他和阿虎一起录完影要回家，开车经过一处转弯，准备要上高架道路时，竟见一台黑色轿车逆向从斜坡快速冲下来，他们连闪都来不及闪，就听到车后方传来砰砰砰的撞击声，两人瞬间吓傻，呆坐在车上不敢回头。回过神后，看到在一旁等红绿灯的3台车全被撞烂，发现是黑色轿车驾驶及时转向，才没有正面冲撞他们。惊魂未定的大根和阿虎在协助完报警后点了烟压惊，此时离奇的事发生了。大根亲眼见着阿虎放在嘴里的烟，啵的一声像是被人抽走似的弹出来掉到地上，这一幕让他们不禁内心惊呼，他帮我们挡过一条死劫。实习编辑斜线林宇轩。